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明仔载4月26要来举办着战独裁站出来开刀大游行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来表示，伊会去参加。伊同时用立法院长的身份呼吁着检调人员唔通沦为政治的拍手。结果，互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批评，讲无应该做违法的院长来替违法作弊。我在这里以立法院院长身份要呼吁，希望全台湾所有检调人员能够保有高贵的灵魂，不要沦为政治的打手。咱来正面对决，无被国做公亲。韩国瑜喊咧甲话拖接白攻击司法检调，点出台湾人头壳顶即马有关系军演、罢免三支刀。我本人会参加。也在这里呼吁所有热爱台湾民主的好朋友，关心台湾前途的好朋友，一起上凯达格兰大道。总算是写出一支传魂箭，就等千军万马来相见。韩国瑜的出席是拿军的转机，不过伊算嘛互家己添一寡危机。立法院长不要成为违法院长，立法院长不要来挺违法作弊。国民党危急的准盟之手嘛，靠出各地方首长，即嘛罗秀燕、侯友宜一个一个拢徛出来。党主席的选举，甲4月26上开刀，这之间的气氛是更加微妙。要办国民党，为什么？国民党竟敢反对他？你得罪赖清德就有罪啊！要不要站出来？要不要总动员？正做党主席的朱立伦，老人是袂当输人，若无哪位防罢免的这条，伊恐惊就要派一世人。联络那些志工，然后有一些打电话去啊，然后他们可能原本没有事的，那就跟我讲有事。然后有一些人是真的是看到这个新闻会害怕。拿军霸团的士气，即嘛是死严严，就看开道游行，敢会当成功，搁互因外跳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